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这时，请咱备办心，三甲来敬拜上帝。愿天欢喜，地快乐，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出大声，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。彼时树林内的树木，拢要伫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，因为伊来啦！伊来要审判全地，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，照伊的信息审判万百姓。请咱来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205首，圣诗205首。过失得赦，罪得遮卡。这人真正有福，上帝甲伊无甲伊算不义，这人实在快乐。圣诗205首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
即时，请咱由咱徛地，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请咱三甲来念许多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拄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亚多任内受苦，顶12个死埋葬罗因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权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。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时，请咱来启应上帝的话。今日咱要启应的是启应文63，就是希伯来书11章。启应文63篇，伫个圣诗后面1115页。这时，请咱三甲来启应。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对神，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。对神，阿伯比该允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。虽然阿伯已经死，对神伊若无经验死，受牵线去上帝遐。伊若受牵线以前，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。因为亲近上帝的人，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。对神，那对还未看到的事，有听上帝的警告。对即个神，伊定世间人的罪。对神，阿伯拉罕受调，去特别承受产业的地时。这个人通过因的信，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。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。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。慈悲怜悯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你知阮的软弱，你差派阮的主耶稣，为着阮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为着救赎阮，你死伫十字架顶，流出宝血，洗清阮的罪。你赢过死亡的权势，你的国话，互阮有仰望，透过圣经的记载，互阮看见侪侪信仰的前辈，我靠圣神的气力，带着仰望，跑走人生的路程。恳求主，你嘛坚固阮的心，帮助阮学习时刻来倚靠主。这时，阮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敬拜你。恳求圣神，这时甲阮伫地，透过阮的心门来领受上帝的话，愿上帝的话成做阮的气力，带领阮来跑走人生的道路。
嘛成做阮性命的伴照，互阮会当坚定阮的信仰，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。感谢你，互阮通过自习读经分享，通过研读的经文、见证等等的文章，互阮看见新的眼光，伫上帝话语中看见满满的祝福。毋过，阮生活中会拄着挑战甲困难，伫工作上、经济上，常常会拄着侪压力、侪阻挡，比较偏离主的道路，做出主无欢喜的代志。求主赦免阮的软弱，用丰盛的慈爱撤销阮的过失，恳求圣神扶持阮，赏赐阮气力，赏赐阮恩典。帮助阮无受环境、无受时代潮流、风气甲社会价值观的影响。求你赏赐阮信心，伫阮心中成做坚固的伴奏，靠主来得胜。主啊，阮信，但是阮所信的无够野，求主帮助。阮伫你的面前。搁一摆来求你监察阮的心思意念，恳求主你帮助阮，用你的慈悲，用你的怜悯，撤销阮的过失，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，因为信来成做称义，互阮会当成做一个清气，变那亲像世人。特别伫这旧历的7月所流行的几个。阮看见侪人咧祭拜现象，求主怜悯，求主拯救，求主使因智慧脱离罪恶，阻止一切侵害伊的势力。特别伫暑期出外的兄弟姊妹生活中，有主你保守看顾，带领因每一个人的脚步出入平安。一时嘛要为阮教会复兴中职。兄弟灵命增长来祈祷，互教会充满真理、甲和乐，互团契互相分享喜乐，分担苦难。求主坚固中职同工伫服侍教会事工甲职业的工作，会当平衡来行，行事合宜，得主欢喜。教会聚会有圣灵感动。会友3千群3关怀，透过查经互相分享，靠主合一，谦卑学习，有主的圣神引带，成做一个合一的教会。祝阮今日的礼拜，头到尾愿意来感纳圣神充满伫会中，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伫牧师的正道。传讲上帝信息中，互讲的、甲听的，拢得到帮助。只是要安静阮的心，好好领受你要互阮的真理，振兴阮的心灵，愿意来做主所欢喜的工作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只是要邀请圣乐队来献诗。
以上献诗，愿一切荣耀归伫上帝。请咱三甲来听上帝话。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伫咧新约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8节。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8节，其实我来共读。过6日，耶稣另外带彼得、雅各甲雅各的兄弟约翰，带因爬上悬山，当因的面前形状变换，伊的面光影影，亲像日；伊的衫白亲像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对因显现。甲伊讲话，彼得应耶稣讲：“主啊，咱伫遮真好，你若爱，我要伫遮搭3间寮仔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”伊还伫讲话的时，忽然有光光的云答应，阁有声对云而出。讲，即个是我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，恁着听伊。学生听见，就拍落去，真在惊。耶稣进前望因讲：“起来，无得惊。”因夜目无看见一人，只有耶稣若定。以上信息，愿圣神甲伊所竞选的儿女同在。下面讲到，今日牧师要甲咱讲的题目是从畏惧到敬畏。下面咱请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若对伫讲道题目，就知影咱是煞节啊，顶主日礼拜中间所分享的有关惊吓。当然，咱讲惊吓，我惊了会安怎？我惊会安怎？常常咱足自然而然就会讲。惊了安怎？惊了安怎？惊会安怎？即个惊即个字，好亲像台湾人真爱用。咱斟酌去回想咱家己，也是咱身躯边的人，常常拢会讲惊会安怎？惊会安怎？但是顶礼拜咱讲到惊吓是可能较是用负面的角度来看，怎样克服，也是怎样互咱体会到，也是讲咱会当认捌到。真侪代志实际上咱毋免惊，有真侪代志，甚至有惊的感觉，是自然而然。咱用即款较克服惊吓的态度来看惊吓，但是有时阵惊是正面的。30年前流行一首歌叫《我啥物拢毋惊，向前行》。但是咱也常常讲，少年人毋知影惊，结果咧做真侪行动，做真侪代志，煞家己害家己凄惨落魄，拢毋知惊。一个人毋知惊，咱讲这是惊。有时阵惊吓无错，这是咱爱常常提醒咱家己，真侪代志咱毋免惊，毋免烦恼，因为今仔日有今仔日爱烦恼的，毋免将明仔载爱烦恼的，今仔日先烦恼起来困，互你规工伫遐困无好、食无好，心情也歹，影响着家己。但是有时阵毋知惊，也毋是真好哦。有时阵甚至咱讲对惊吓、惊畏。
惊吓到敬畏，敬畏啦，敬畏，畏惧到敬畏，差一字，但是意义差真多，甚至敬畏、敬畏、敬畏，这是信仰经验内底真重要的，因为对伫上帝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。今仔日咱就探讨这个问题。伫咱今仔日圣经分享以前，咱也是爱大声来祈祷。慈悲大权能的主上帝，愿用敬畏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，因为阮知你的气力是大，阮也知影阮的有限，以及阮的不足，所以愿用欢喜的心来领受你的话，但是同时愿用敬畏你的心来恳求上帝你加添阮的智慧，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，伫即时刻带领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会当领受主你的话，互阮信心哪坚固。阮也因为主你的话，无论讲的也是听的，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，得到造就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旧历7月，伫咱台湾人传统的观念中间，是一个充满惊吓的一个月。若无惊吓，就袂有遐济禁忌。禁忌这项代志，就是因为出自人的惊吓。若无惊吓，咱毋免就听到社会上讲，即个月中间，啥物袂当做，啥物袂当做。若做安怎，你就会安怎。讲即日中间，你袂当做啥物代志。因为即天若做即个代志，你一年中间你就会安怎？你就会拄着无好的代志，还是即年中间你就会无顺利，这拢是惊吓。所以咱对伫顶礼拜的主日礼拜，咱探讨着，咱对伫耶稣甲伊的门徒做伙坐船拄着大风影，耶稣的门徒的反应，咱知影人人性面对着毋知影的代志，面对着无办法控制的代志，就会伫遐起惊吓。咱顶礼拜也学习到，就是上帝已经应允咱，伊甲咱做伙伫地以马内利，所以咱靠着信靠的行动，咱将咱心中的挂虑、咱的惊吓交予上帝。这才是咱唯一会当无惊吓的方法。当然，上帝带领咱的路，毋是咱家己想象会到的。有时阵，上帝爱咱，通过遮会互咱的烦恼、的惊吓、的遮的挑战，有伊的旨意。伊爱咱学习成长，伊爱咱哪行哪勇敢，伊也爱咱学习，知影怎样会当解决咱拄着的问题。但是无论伊安怎带领咱，伊拢甲咱同在，就亲像12个门徒甲耶稣做伙行船，拄着大风影的时阵，无论安怎，耶稣也伫船顶。上帝甲咱做伙伫地，无论咱拄着啥物状况，伊甲咱伫地，这是事实。伊疼咱，伊关心咱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今仔日咱所读到的圣经的
的经文，这段经文，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8节，咱观察到就是基督徒有时阵经验到上帝的荣光甲权能，但是反倒转，煞去惊吓。经验到上帝的荣光权能，反倒转伫遐去惊吓。毋知影咱过去家己读，也是伫团契中间、查经班的中间，也是伫礼拜中间读到即段圣经，你敢读有？无需要承认实际上是足长的时间。虽然讲对细汉读主日学、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，拢有查经，甚至读神学院，甚至做传教者，家己伫遐讲道。即段经节放伫我的心中，每一遍读到，拢毋知影为虾米会突然中间插入即段经节。毋知影咱在座兄弟姊妹敢甲牧师共款？毋知影为虾米即段经节，佮提起着摩西、以利亚、耶稣改变形象，然后这问门徒伫遐讲这个话，伫遐沙漠到底为着虾米？福音书记载这段，耶稣为虾米要伫遐显现？佮门徒讲这个话，要伫山顶搭三个布边，伫遐到底喺讲虾米？但是咱第一，咱观察会到的，就是耶稣的门徒看到耶稣改变形状，因经验着即两个门徒经验着上帝的荣光权能，伫遐起惊吓。这是即段经节，互咱第一个感觉特殊的所在。但是当咱斟酌来读，咱也反省咱家己信仰的历程，也是咱回想着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前辈的信仰经验的分享，咱就会知影，这段经节互咱来探讨、来思考，基督徒要怎样将这款惊吓、敬畏、惊吓转换变成对上帝的敬畏。因为这款经验，才会当互咱用靠着信心甲勇气来跟对伊。惊吓到敬畏这个过程，对咱的重要性。这伫英文的世界有一句话，一句谚语，讲：当你敬畏上帝，你啥物拢袂惊。当你敬畏上帝的时阵，你就啥物拢免惊。When you fear God, you fear nothing else。这句话其实就是今仔日咱所读这段经节，要读有的一个关键，这个英文的谚语。当咱敬畏上帝，咱就啥物拢免惊。两位兄弟，咱转来经文，咱看到讲耶稣的门徒跟对耶稣已经3冬啊，这耶稣的门徒也听着耶稣的教导，甚至这12个门徒伫3冬的中间，也亲亲看到耶稣所行逐款的神迹。
但是咱若看福音书记载，遮个耶稣的门徒，因一开始，因眼中的耶稣，可能只是伟大的先知，也是一位会当行神者，有行神者溃力的特殊人物。但是渐渐，福音书记载，这个门徒就发现，哇，耶稣就是犹太人期待久久，要来拯救因、带因脱离苦难的这个因所期待的弥赛亚，就是上帝为着伊的选民所备办这个未来的君王。这是因伫耶稣还未定十字架死个活以前，因所了解体会到的耶稣。不过，咱若读到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8节所记载的，耶稣带这三个门徒彼得、雅各甲约翰到伫山顶。耶稣伫因的眼前改变形状，用一个全新的方式来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经验到耶稣。所以这三个门徒看到耶稣的神性，这三个门徒就体会到，哎哟，耶稣毋是因原来所想的一个先知，先知也是人，也是一个会晓行神者的特殊人物，也是人，也是这个因期待犹太人的王，带领因会当透过革命的手段来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。这三个门徒看到耶稣伫山顶改变形状，因体会到讲耶稣不只是因原来想象的一个伟大的人尔，不只是安尼，伊真伟大，但是不只是一个伟人尔。所以，当耶稣改变形状了后，天父上帝对婚礼来宣告讲：这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欢喜伊，恁爱听叹伊。看到耶稣改变形状，佮听到天父上帝的声音，这互这三个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伫遐真惊吓。17章6节讲到因惊吓，因真惊。留意下这，顶礼拜咱讲到门徒惊，因为大风影。因惊吓，因为因煞袂记起耶稣也伫船顶。即个因看过耶稣行神者，佮听起耶稣教导，教因信心的功课，爱有信心，所以因惊。但是伫遮，因发现到，耶稣不只是一个伟人尔，耶稣有伊的神性。伊是天父上帝所疼的独生圣囝，伊有神性，但是门徒犹原伫遐惊。当门徒知影耶稣是超越因本来所想象、所暗算的，即件代志带予门徒极大的惊吓。所以面对着家己所毋知的代志，面对着家己所无办法控制的代志，常常是危险，
常常是极大的困境，人会惊吓。但是对咱基督徒来讲，有可能咱对伫上帝有搁较深的认识，你心中的起初会惊吓。当你面对着、经验着啥物代志，互你发现讲，哇！上帝不只是我原来所想，上帝是超越我所想的、所想象的。上帝权能竟然是遮尔啊大！你若拄着即款代志，起初，你也会惊吓。你会惊吓讲，为什么我会拄着即款代志？你会惊吓讲，为什么上帝互我经验着即款，经验着伊的伟大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比着雅各、约翰因的惊吓，也是同款，因为因无办法理解为什么耶稣带因去山顶，伫遐改变形状。互因用全新的方式来经验着伊，经验着耶稣，到底为什么？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因也毋知影，互因经验着耶稣的神性，到底会带来啥物结果？就亲像讲，咱信仰哪来哪深？你拄着一个大试验炼了后，你讲哇，上帝真伟大，但是有可能你心中也会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拄着？然后搁来咧，搁来要安怎？有时阵伫教会，咱本来想讲，我做一个平信徒就好。我来做礼拜就好，我不爱当节。但是咧，选举了后，哇，你煞选到即事啊！你会感觉讲，无错，感谢上帝，无错，你讲这是上帝的旨意，所以我愿意。但是你敢会惊？加减拢会惊。搁来咧，要安怎？搁来，我要安怎做？同款的，经验着耶稣的神性，伊的大权能，伊的伟大。可能你也会问你家己，为什么耶稣安尼做？为什么是我？过来咧，耶稣爱我安怎？当然，顶礼拜。咱讲到人面对着新的代志，家己毋知的代志，家己无办法控制的代志，就会起惊吓。所以咱爱加减，咱爱承认咱加减，拢爱控制。当然，讲较极端就是控制狂，多多少少，咱拢会当控制。当然啊。上好万事都会当控制。咱做老师的，敢是拢学生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一定的嘛。你一定是讲你上课的时阵，当因需要听你讲课的时阵，你讲因拢点点，然后咧，当你问问题的时阵，你拢期待因大家踊跃发言，大家都说我知道。但是无论安怎，你教课，你一班的中间一定有几个老师伫遐讲课，伊伫下骹就伫遐讲话。当你问因讲话的时阵，因大家拢点点。是咱做事大人的一定嘛是嘛。你拢讲一方面你囡仔听话。但是咧，你搁因巧，你因聪明，但是即两项代志有时阵煞
无办法一个口，安怎讲？教你的艺术，该聪明的时候要聪明，该听话的时候要听话。甚至有时阵，咱的时势是倒变的。你希望他听话，他有很多小聪明；你希望他聪明，伊煞伫遐戆戆，唔知影安怎做，啊，你就会生气。为什么生气？其实有时阵你的烦恼，我无办法控制；有时阵你的烦恼，敢是我做事大人的威严，还是你烦恼讲别人安怎看我？囡仔搞怪，然后咧边仔的人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异样的眼光，啊，互你会伫遐惊啊，所以有真侪，咱知影有真侪做事大人的吼，囡仔细汉的时阵是安怎？为着惊人讲来讲囡仔，你知影？你处罚你的囡仔是互别人看的，因为你惊讲互人讲话，讲即个爸母拢无爱教。所以有时阵你是处罚囡仔，互别人看，因为惊了别人讲话，拢是出伫惊。所以人加减拢期待凡事照家己的意思来进行。所以大多数的人面对着家己无办法控制的代志，就会开始心里无爽快。人讲，这就是一款惊吓的来源，无办法控制，会使互你感觉无能为力，也是感觉家己不知所措，所以就开始伫遐惊。但是咱基督徒特别爱反省，咱特别爱反省的是啥物？咱敢有为着家己自我感觉良好，所以你只有爱相信迄个家己会当控制的上帝，你敢若愿意相信的即个上帝是你会当控制的。这伫即个英语世界有一个算作是一个消遣基督徒的话叫 God in a box， 伫一个箱仔中间的上帝，一个箱仔内底的上帝，一个纸箱内底的上帝。咱知影，咱毋知影你敢有即款的习惯？你无爱用的物件，单雕拍算。但是放伫遐，你阁无迄用，所以咧，你家己大箱啊，有时阵是纸箱啊，有时阵是塑胶的迄个置物箱，你家己放伫内底，然后蹲伫厝里，人客看袂到的所在，可能是你的衫橱啊顶面迄个空间，也是放伫你的迄个厝里。较无人看到的所在，但是敢有可能，咱诚做基督徒，会认为讲，嘛会当安尼，将上帝放伫咱家己所想象的一个纸箱仔内底，纸箱仔内底的上帝。啥物叫做纸箱仔内底的上帝？倒讲，你会放伫纸箱啊，也是塑胶的置物箱，然后甲伊收好，放伫厝里人客看袂到的所在。为什么？你感觉讲，这项代志单雕拍算，因为我有可能用得到，我需要的时阵，若搁去买，浪费钱，弃之可惜。但是咧，你若随时放伫外口，感觉真定地，这叫做你放伫箱仔内底的物件，放伫储藏室内底。想到我即马要用，我家己摕出来。好佳在你，甚至你心内会偷笑。好佳在我顶边无家己单调，我放伫箱仔内底，放伫厝里，安尼我即马毋免搁去买。
毋免阁开钱。敢有可能信用也变做安尼，将上帝也家己藏伫箱仔内底？所以咧，只有礼拜日、礼拜长的中间，伫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哇！我信上帝。但是咧，礼拜结束了后，行出礼拜长，马上对上帝讲：下个礼拜见，下个礼拜我一定会再来。这叫做将上帝藏伫纸箱仔内底，信上帝，敬拜上帝，学老主，敢若伫教会聚会中间，然后聚会煞就讲下次见，也是讲你敢若愿意相信迄个100%照家己的需要来执行的上帝。所以感谢主，敢若是啥物时阵，一切顺利的时阵，上帝照你所祈祷的100%照你祈祷的来行，然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哈利路亚阿罗主，因为你心中所愿意相信的是迄个100%照你的需要来执行的上帝。也是讲，啥物叫做将上帝藏伫箱仔内底？误会、误认讲，认为上帝无要求咱做啥物，也无爱咱改变啥物。哦，所以咱常常会听起讲啊，我知影安尼无好，啊，但是我着恶改啊，即款人真多，就亲像咱，咱若听见遐个食薰的人，10个有9个安尼讲，讲我知影无好啦，我知影二手烟嘛对我身躯边的人健康影响足大，啊，但是我着食薰食60年啊啦，我安怎改？我拢即个年纪啊，我安怎改？啊，基督徒敢有安尼？其实咱常常连咱家己也会安尼啊。咱知影这是无好，但是咱会讲，咱会安慰咱家己讲啊，我着改袂过来。这也是一款将上帝、将活活的上帝所相信变成，互你藏伫纸箱仔内底共款。认为讲无错，我知影，无错，这是上帝，这是上帝爱咱做的。但是咧，你感觉讲，我知影，但是上帝无要求人啥物，上帝也无需要咱人做啥物改变，所以变做50年不变，50年不变。但是人不变，环境在变，所以这个世界无啥物50年不变。迄是骗家己的，即个世界无可能。所以希腊哲学内底讲啥物？人无可能会当将骹踏伫共一条河内底。为什物？水一直喺流啊！你即马所踏到的即个水，其实后一秒已经走去遐，所以人无可能将骹踏伫共一条河内底，共一条溪内底，这是几千年以前，即个哲学家就教咱爱安尼想即个世界。就算你会当无改变，但是环境会变，环境变啊，你也是变啊啦。所以10年前你安尼讲可能对哦，50年前你安尼讲，40年前。牧师国小的时阵写作文，最后一句要写什么？解救大陆同胞，对不对？啊，即马你也写安尼，会叫人当作起笑。甚至40年前教你讲作文爱安尼写，较是爱国的有志青年的人，即马咧做倒兵的代志，对不？以前教咱爱反共复国，什么，对不对？坚持反共，啊！即马足侪
40年教咱即套的人，即马做倒饼。所以上帝敢有要求咱人啥物？有。上帝敢有爱咱改变？有。当然要安怎改变？上帝要求咱啥物？这是咱爱斟酌对伫圣经来学习。但是你绝对袂当因为你做袂到，你就当作上帝无安尼要求。若无，你若干那想讲上帝嘛无要求我啥物啦？上帝大权能，上帝丰丰富富，伊无望我啥物啦？安尼你错啊！你就将上帝信做纸箱仔内底的上帝。若心内想讲，哇，上帝是神圣，伊对咱无要求啥物，无要求咱改变啥物，安尼你错啊！上耶稣教咱讲，天父上帝是圣，所以咱爱亲像伊共款。这敢是也爱咱改变，只是讲爱安怎改变，然后咱要改变变做什么？这是咱爱，这毋是靠咱家己，这毋是照咱家己所想的，是爱咱对伫圣经内底来学习，对伫咱的信仰经验内底来体会，来渐渐互咱哪来哪有耶稣基督的款式。当然，有的基督徒，咱拄仔讲会感觉好好笑，啥物礼拜煞，就是伫心中讲下次见，甲上帝讲下次见，也是望上帝照你的需要来执行，甲上帝看做是你的员工同款，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，也是认为讲上帝无需要人什么，上帝无爱人改变。咱安尼来听会感觉真好耍，哪会是安尼？但是咱真正爱斟酌来看咱家己，来检验咱家己，因为真侪基督徒反倒转感觉即款想啊是真好诶，将上帝藏伫纸箱内底是真好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若信一个藏伫纸箱仔内底，需要甲摕出来用，平常是无需要甲伊藏伫厝内，人客看袂到诶所在，这互你感觉信上帝真正安心，真正感觉真安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做啥物拢袂受到挑战，因为你也无需要付出啥物，你也无需要改变啥物。安尼醒起来是真安心，就是醒起来感觉安心就好，心安就好，心安就好。所以有的基督徒感觉安尼是真好哦。不过，圣经所见证的上帝是不断拍破人的心中所想象的迄个纸箱啊。上帝是安尼，就是上帝不爱互咱人掠自我做中心，人伊爱咱人。会当拍破咱家己眼界所看到，即个所限制的眼界，伊爱咱哪来看哪看，甚至伊爱咱学习，毋是用咱有限的眼界来看代志，用咱人软弱的本性来看代志。伊是爱咱对着伊，甲咱心中的这个纸箱啊拍破，互咱哪看哪看，互咱会当
用基督的心做心，咱用上帝的眼界来看到即个发生伫咱四周围的代志。这就亲像30年前有一个口号 WWJD， What would Jesus do？ 上耶稣会安怎做？用耶稣来看，耶稣教咱爱听咱的对着。为什么？因为用人性来看，歹款待咱的人，咱爱怨恨伊。若会当报复，掠条机会，你就给他好看，这是人性。但是当咱用耶稣的心做心来看代志的时阵，搁安怎对方毋对，你也看到家己甲别人其实拢是有欠缺、无完全的人。敢毋是伫咱经验的中间，上帝就是亲像安尼拍破咱有限的眼界，互咱哪看哪看。若对台湾的山有兴趣的，敢知影这是什么山？乌乌这已经透露了它伊的迄个表层那个石头是黑的较深色啦，奇莱山啦真爱看。虽然讲牧师毋是即个算做青年时期无爬山啦，即马真遗憾的代志就是年轻气盛的时阵无去爬山，即马干那看相片，但是看到山你就想到什么？所谓的登泰山而小天下。你若看到奇莱山的照片，你就知影人不能胜天啦人定胜天，迄是错误的教育。看到山，你就想到家己真正真有限，家己真正无算什么。登泰山而小天下，其实不是，是看到山，看到关山，你就感觉到家己真正是真渺小，真微细。所以上帝常常照着拍破人家己所想象的这个纸箱互上帝的神性、上帝的阳光会当向人来显现。亲像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8节所记载，耶稣改变形状，互耶稣的3个门徒对伊有全新的认识。当咱原本的这个心中所想象的这个纸箱互上帝所拍破，到底安尼，就是咱不得不对上帝的关联、甲慈悲疼痛的伟大，来感觉到敬畏的时刻。当咱心中的这个想象的纸箱互上帝拍破，咱才会当真正真心不得不用言语行动来感谢阿拉上帝，咱心中的这个纸箱来拍破。所以，当上帝伫人所认为的歹事的中间，超越咱人通想象的好事来发生的时阵，往往这是咱基督徒会当看见上帝阳光的时刻。常常伫咱伫别人眼中是凄惨落魄的中间，但是当咱行过了后，咱发现到原来上帝的快乐、上帝的疼痛是超越咱家己通想象。这就是咱真正通看到上帝阳光的时刻。亲像咱会当经验到天父上帝恩典的大关联是透过什么？透过圣子耶稣死伫十字架顶这款的痛苦，会当讲这是极大的歹事，极大的歹事。当
咱想到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，圣囝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，咱爱想到天父上帝。咱讲人所会当拄着上互人艰苦心的代志，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你用这个角度来思考圣囝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的痛苦，咱会当体会到什么叫做上无好的歹事的中间，上帝显现伊的恩典权能。因为透过圣囝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，即款极痛苦的歹事，天父互咱的罪得到赦免，互咱经验着极大的恩典，也得到宝贵的永远的生命。这就是一个拍破咱心中想象的这个纸箱啊的上帝，常常伫上无好的歹事的中间，却互咱经验到更较大的恩典疼痛。所以咱来回想咱过去，咱个人过去所怎样对伫人生的低谷来行出来，咱就通体会到上帝时时刻刻是伫咱的四周围，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来运行伊恩典疼痛伊的大气力。当咱回想咱怎样走出人生的低谷，咱就知影上帝怎样用咱原本无办法想象的方式，转换咱原本对伫生活中间，才会咱所毋知、咱所无办法掌握的事，对伫遮的事的惊吓，上帝转换咱的惊吓，来变成着对上帝的敬畏，甲对伫上帝完全的倚靠。最后，咱搁来想一个问题：敬畏上帝，搁来咧？敬畏上帝，搁来咧？马太福音17章第40有记载着，耶稣会当讲上有才能、上有智慧的大弟子，咱讲彼得。彼得看到耶稣伫山顶改变形状，显现阳光甲神圣，彼得就一开始就想讲，伫山顶来搭布边，会当伫遐。伊讲咱哦，咱伫即个所在搭布边，伊想讲会当甲耶稣永远留伫山顶来敬拜，来亲近耶稣。所以伊讲，咱伫即个所在来搭三个布边。互耶稣、互摩西、互以利亚，然后咧，因就伫遐甲上帝欢喜做伙。但是耶稣无无永远安尼，耶稣是带领这三个门徒落山，进入人群的中间，进入乡舍的中间，用即款新的体会，用即款敬畏的心来改变社会。所以，当有甲上帝阳光
面对面的经验，原本充满惊吓的温度，通过军队耶稣的脚步，到后来耶稣的温度转换变成充满信心的福音勇士，因为有大声经验到这款拍破心中本来的限制，本来对上帝无完全的了解，因对认捌着全新的眼光来，对伫用全新的眼光来认捌耶稣本来有的惊吓，转换变做敬畏来军队，所以才会当变成充满信心的福音勇士。所以咱爱思考，传福音敢有重要？重要。到四周围传福音，招万人来敬拜上帝，敢有重要？重要。但是对伫耶稣怎样看教门徒的过程，咱知影教育真重要。若无教会甲直销敢有差别？所以大大会讲到门徒也会想，搁来咧，搁来咧。我认捌耶稣，搁来咧。但是就因为有对伫耶稣的认捌，所以才有搁来的。若一开始是戆戆啊对，有时阵即款的热心，反倒转是伤害人，反倒转是互正人来误会主耶稣基督的教示。所以社会上咱爱承认，社会上对伫教会、基督教会有真多的误解。为什么？就是无办法来亲像门徒同款，上帝互因来经验到这款信心的重建、信仰的转化。因真多基督徒可能无经验到这，所以咧，因是照家己的意思来做。来冲，结果本来爱冲北边，伊煞冲南边，亲像坐捷运，要对台北车站去台南煞坐，对台北车头煞坐去南港。感觉讲为什么我有坐车，我有坐高铁啊？为什么这是南港？敢是上帝教示是毋对？敢是信仰是无够力？毋是，是你坐毋对方向。爱落南你坐上北，无怪你无办法。平坐高铁，你无办法去台南，因为你坐毋对方向。所以，咱爱求主耶稣基督帮助咱，也拍破咱迄个心中出对惊吓。为着控制咱伫心中所生出的即个想象的转想啊，愿主耶稣基督也互咱对伫惊吓转变，成做对伊的敬畏，也靠着敬畏上帝，咱会当生出智慧、信心甲勇气。互咱会当行入人的中间，真正行公义、好人民、谦卑，甲上帝做伙行。咱做伙压头来行，来祈祷。
慈悲满满、佮大权能的主上帝，阮真正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学习到你所做一切是超越阮所会当想象。你的旨意也毋是阮本来的心意，但是主啊，袂改变的是你疼阮，袂改变的是你智慧的带领，袂改变的也是主你的大权能，你的大气力，以及你的稳定。所以主啊，就算阮目前是行伫人生的逆境的中间，无论阮即马是顺利无顺利，也是阮经验到人眼中的成功，也是人所看的失败。但是主啊，阮知影你一步一步带领阮，是为着互阮无搁限制伫家己有限的眼界来看万事，只是爱拍破阮的有限，互阮会当透过敬畏主你，也跟对你的脚步，互阮会当哪来哪亲像你，互阮会当真正经验到对主你稳定来的欢喜平安。主啊，当阮跟对主你的过程的中间，你帮助阮会当顺靠着主你的引带，倚靠主你你圣神的气力，互阮所做一切会当照着主你的旨意，也会当亲像主你的慈悲疼痛所做的一切，互阮会当真正谦卑对你来行，互阮会当行公义，互阮好人民，会当互阮身躯边的人白白会当来亲近主你，来感受着主你的疼痛。主啊，阮特别爱为着阮中间遐个利用休懒时出外的遮个兄弟姊妹，还恳求上帝你的疼，白白互因会当伫即时刻感受到有主你的看顾，有主你的帮助。主啊，阮教会逐样的事工，还恳求上帝你亲像带领这12个门徒同款，互阮每一日拢有新的学习，每一日阮对伫信仰拢有新的体验，互阮会当信心哪来哪坚固，阮对伫主你的人物也哪来哪矫正，互阮所做一切会当利益伫主你的国。主啊，恳求上帝你带领，嘛恳求上帝你的看顾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，甲咱三边的愿咱的灵命得到成长。这是要来吟诗应答上帝的话，圣诗581首，圣诗581首。救主耶稣万福本源，恳求阿罗听称赞。自始恩惠袂捌停止，大声吟诗来学乐，来赞美，热心学乐，拢无时停，和谐声音透天庭。上帝疼痛恩惠极大，
应该感谢拢无煞。圣诗581首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主耶稣，安福本我，主啊，乐听称赞，主赐恩惠，袂不停止，大声吟诗来赞美。应该感谢拢无煞，时时刻刻祈念主，做主路用难过，做出保守的到回去，望我会听主声音。请坐。这是咱要来奉献，请吉南执事甲义杰执事来述献。这是我来报告，请咱大家献开周报。报告事项：下主日礼拜中要举行圣餐，请咱教会兄弟姊妹有备心来同享上帝的恩典。第二，下主日礼拜后要举行中节会，请教会中节出席。第三，七星中会教育部2023年第2次的中节培训会，要伫9月初2上午9点半，甲下晡上午9点甲下晡3点半，伫济南教会举行。主题为什么是教会？什么是宣教？若要参加的，请伫线顶来报名。第四，为9月份起，每月的第1礼拜六上午10点，教会要开设插会班，
由咱插会江老师来授课，学费全免，花材的费用咱家己付。报名请用即个手面技术来报名。第五，有探访需要，也是有意愿要开放咱的自家举行家庭礼拜，教会兄弟姊妹，咱请甲牧师讲，也是教会中职讲拢会使，人来安排。第六，鼓励教会兄弟姊妹来参加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到8点半的查经祈祷会。咱目前在查的经节是旧约的创世纪。第七，下周的主日礼拜题目是试验中见上帝哈。咱过来看咱的主会活动哈。咱主日的礼拜是上午10点，主日圣歌队练唱是上午8点45分。咱查经祈祷会是拜五暗时7点半。咱即礼拜要查的是创世纪第26章第1节到33节。咱顶周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统计，请咱大家家己来看。然后爱敬敬的，才用面饼结束，也是手面结束来敬敬。咱过来看圣港事奉哈，咱即礼拜的交代是素琴节甲槟榔香，咱插花是江老师，清扫是燕庆节。咱后礼拜讲道是咱叶牧师，诗会是牛长老，竖琴是义觉执事，领唱是吴永祥吼，书献是基南执事甲民兵执事，交代是谢宝节甲苏长老，插花牛长老，清扫谢宝节。咱来看咱正评本周的金句是诗篇34篇第4节。我捌求叫耶和华，伊就应我，救我脱离我一切通惊的事。请咱用台语来读2遍了后，佫用华语读1遍。来，请。我捌求叫耶和华，伊就应我，救我脱离我一切通惊的事。我捌求叫耶和华，伊就应我，救我脱离我一切通惊的事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罪恶。诗篇34章第4节。这是请咱由咱坐在原位来互相讲手请安，大家平安。这是请咱大家来念上扬的诗，圣诗402首，圣诗402首。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，教示我言行谦卑细正。助我逐日遵守你诫命，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，追求引带失迷的人，这是我人生迫切的愿望。请咱大家起立来念2遍。求主引带我脚步。若无我，毋敢家己来行。恳
求你甲我大可保守，假使我用心将你是正，让我家己遵守你改命，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灯，对你找因怎是袂落。这是我人生的前望，求主引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敢踏起来行。若是我用强比是强，让我带你遵守。我的我用做光光，对天做水龙，这是我人生的责任。愿咱会当对伫生活中间原本会行行，因为有上帝甲咱做伙伫地，因为有上帝透过逐款的方式拍破咱心中原本所想象迄个受限制、迄个无完全的纸箱啊，互咱会当比正敬畏上帝的权能，佮愿意信靠上帝极大的恩典，跟对上帝，照着上帝所教示咱的命令来行，互咱会当行公义、好人民、谦卑跟对上帝。愿主赐福保护恁，愿上帝恩光变照恁，让慈悲款待恁，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，守护恁平安。阿门。